要做到空間簡約，但同時要多功能，滿足到屋主嘅需求，就一啲都唔簡單。今次要介紹海柏峰一個兩房單位，屋主夢想中嘅屋企就係奶油色調，好簡潔整齊嘅，但同時都有大量儲物嘅需求，所以亦都隱藏咗唔少嘅設計特色。門口嘅玄關位置，除咗係一幅特色條子掛鈎，仲隱藏咗一塊全新鏡。餐邊櫃上邊做咗倒頂櫃，你會見到近天花嘅位置用咗淺木色，櫃嘅深度淺一啲，而下邊呢一組儲物櫃就做咗400深，深度不一就可以做翻啲層次感，減輕翻壓迫感啦。台面嘅位置可以擺放到水機、咖啡機，而下邊亦都有一組活動中島櫃，可以打開到一張大約1.3米長嘅台，坐到4個人食飯都可以。屋主想要電視特色牆之餘，亦都想有多啲收納空間，所以除咗下邊有電視機櫃，上邊亦都可以打開電視機背板，俾屋主擺放更加多嘅雜物。好多客人會問小朋友房做唔做高架床好，我哋建議可以做翻床架、爬梯或者樓梯櫃都可以。而下邊嘅空間除咗有一組衣櫃，呢個位置可以空出嚟放升降台，又或者將來放 BB 床都可以靈活變動。主人房我哋做咗一組 L 型衣櫃，轉角做咗弧位，同樣可以做到一個弧形門板，用盡翻轉角嘅空間。女主人亦都有另一個要求，就係想做一個有鏡嘅梳妝台，但係唔想鏡對住張床，所以我哋就將鏡隱藏咗喺櫃門背度。下邊仲設計咗一張活動梳妝凳，可以完美放喺梳妝台下邊，節省空間。